我是一个国标老师。国标老师啊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无即马就跳一段，互现场的观众朋友看卖，好不好？大家拍鼓一下。哎呦阿姑阿姑，你阿姑你的电动马达嘞？哎呦，来这里，胖腿，我想讲你哦，就厉害！规个伙仔真正足团结的，我后这加油团足有意见的。哎呦，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是不是爱较哇？哎，哦，成功啊，更有稳。总算是成功啊！高尚的雄雄一个 Q，即马才是正式开始啊！